哇！呢個真係世紀大戰男啊！搞大咗人哋個肚，仲要唔要人哋？咦？點解有個人嬉皮笑臉咁行咗上去嘅？我哋進行嘅社會實驗啦，咁我哋嘅主題咧，OK 啦，我哋嘅主題咧係探討緊呢個公民記者咧，咁我希望我哋依家可以攞多你哋少少時間問你少少問題，交功課。你而家爭個位係喐手喐腳，你啱未拱噶嘛？不如拱一邊喎，仲要一個你係諗唔到點樣拱啊嘛？你係咁喺度拗，但係未有嗰個。即係未深化嗰個討論咯。係啊，你要。我捉住你避開我就會扮接到嘅。都話唔要咯，咁嗰啲。OK。驚乜鬼？開始啊！開始啊！開始啊！咁樣同 Amy 出街啊？係啊！點解你可以咁直接話俾我知係？點啫而家？你點樣咩？你你有冇？即係起碼依家黑女仔多啦，女仔要咁樣。我呢個男人，點可以咁對啊？你要扮衝動打佢先，我哋唔好先生。你哋要開面。做乜鬼？唔係你而家度，跟住。你開咩大人啊？你冷靜啲，冷靜啲。呢個係一個 social。呢個係一個社會實驗嚟嘅，大家好。冷靜啲，冷靜啲。做戲。喂，我教你啊！等先。肯定是实验，肯定是假的。对啊，因为我还想说这个应该是蛮假的。然后我们想问一下，您为什么会拿手机出来拍摄？因为我在抽烟，他们不是。就是啊，等看时间。但是您觉得就是拍照这行为是没问题的？拍照啊？就是围观啊，拍照这样。因为现在其实挺普遍的嘛，这种现象。但是您为什么没有选择就是出去帮那个女孩？就假如这个是真的呢？就假如真的是有暴力的自己带着孩子怎么可能来去帮？没有，肯定是假的，因为没有一个人会过去帮，肯定是假的，对不对？肯定是假的，因为没有一个人过去帮。我们也是旅遊，而且聽不懂他們在說什麼。謝謝您，謝謝你。好，謝謝。我想問你點解會選擇拍攝嘅？教育啊，嗰啲仔女。咩啊？教育即係你諗住譬如即係俾你小朋友睇嘅，即係諗住即係講俾佢哋聽有咩發生乜事，唔好搞大嗰啲講。咁有冇諗過會擺上網㗎？冇諗過擺上網啊！你等陣啊。咁點解你唔會選擇介入嗰件事？即係點解唔直接同個男仔講鬧下個男仔咁樣啊？第時啊！如果你喺地鐵上見到有人非禮其他人咧，你會選擇去拍片去教導佢哋仔女，定係出手去阻止嗰個人？即係如果打佢就有證據啊嘛。即係你想做 record 俾警方嗰啲嘢係咪？即係你選擇唔去醫科，因為好難介入佢呢件事度。即係驚即係見到嘅私事。但係如果係真係一個家庭暴力，即係嗰個家暴，但係都選擇因為私事家事。頭先嗰個應該未去到暴力。我覺得係乜事咯？點解要錄？即係你覺得唔好錄係咪？即係唔應該錄？點解啊？因為咁你錄嚟係為咗啲咩事？因為你錄嚟係為咗擺上呢件事嘅事，但其實都係有啲討論，但係冇影嘅。到最後唔會有啲乜嘢幫助。冚個女仔，唔係冚我條仔度。我哋要錄埋呢個，要冚我條仔度。冇，因為真係認真，唔係 OK 啊。好玩啊！我哋咁你覺得其實公民記者喺呢個社會上面有冇啲咩作用咧？有冇作用？我覺得好俾人知道發生啲咩事嘅。即係你有一定存在嘅必要性嘅，即係
係有必要，但係我覺得拍之餘可以幫下手咯，即係唔係咁冷漠側邊拍完就由得佢成件事咯。係啊，睇法。即係例如發生咗啲嘢，跟住啲人就呢個要仲有啲事不關己嘅，事不關己，即係好冇愛呢個行為係。但係你會選擇去幫佢嘅，如果再升級嘅話，再升級就會幫。因為啱啱個男仔都好激進，擁咗個大肚嘅女朋友落地下。係。即係呢個行為，我其實係覺得已經有啲嬲嬲地㗎啦。如果佢再晉級嘅話咧，我就會真係過去。OK， 好，冚佢啦。我哋呢組咧就係做關於傳媒嘅職業道德或者係新聞價值啦。咁而家就做完一個社會實驗啦喎，你覺得點啊？我覺得幾新鮮嘅今次嘅體驗。我哋喺過程中，我哋做咗一個比較突發嘅事情啦。咁有啲人或者會企低望一望，然之後行開；有啲可能真係拎部手機出嚟影嘅，即係有啲人行開，直接行開就一種冷漠啦。而另一種係佢哋只係停低影低你，而冇出嚟協助個女主角。其實我覺得亦都係一種好可悲咯。其實咧，我哋啱啱都 retake 咗4次5次啦，每個人都反應唔一樣，咁我就會覺得原來有一部手機喺手，大家都可以做一個公民記者嘅時候咧，有好多經過嘅人，我哋訪問翻咧，佢錄係可能為咗食花生啦，可能真係諗住擺上網啦，但係原來每一個人都有電話嘅時候，喺呢個新聞嘅價值，佢會寧願擺上 Facebook like 都唔要個道德就係去幫我咯。咁我覺得呢件都唔係一件好嘅事啦。我覺得呢啲事件或呢啲情況呢，係有一次都唔應該，係應該你見到有呢啲危機就出手幫手。呢個就係我哋兩個經過呢個實驗之後學到啲乜嘢嘢。有冇嘢補充？冇啊。好啦，就係咁啦，多謝大家。